当来看国内即马全国大大小小病院，在急诊唔若讲欠医护，嘛讲拢等无病床。有的护理师甚至是讲连续上班12点钟拢无休困。台湾急诊医学会嘛建议讲，短期内就应该先加强管制分配病床，嘛增加急诊的医护。长期来看，咱的医疗系统是真需要赶紧来解决。 急诊无病床的状况真严重，有护理师上网络呼吁民众爱将身体顾好。急诊同情患者有背景也无法度入去，佮讲家己已经连续上班16点钟，希望顶关人应重视医护比紧张甲晚床的问题。台湾急诊医学会直接暗时也针对这问题发文。加护病房是满载嘛，那所以连需要加护病房的病人都会留在急诊1、2天到3、5天，其实都有可能。到这个夏天之前，这个情况通常都不太会改善。但急诊医学会表示，急诊塞车的原因主要是因利用大院床位无够，甲急诊大院配床比例不同头轻。建议短期应变应提悬急诊大院比例增加，让成过济需要急诊医护人力。长期改革应建立急诊紧急状态应变，或者是调整健保支付，推动急诊大院替代专项。 在急诊并没有护病比这件事情，所以呢，等于是说，假设我今天留观超过了我的人员的工作量，相对就会增加很多。加开这个事件不是不可行，但绝对不是一个救急的做法。我们就是强化这个短期的因应作为，这边的话，明天还会再开会，主要是才了解之前都已经讲的东西，还有没有可以做的。 为避免这种情形，除了落实分期就医，护理师工会指出，每年入第一线的护理师只剩一半，安怎补助无够医护人力，争取明确就医转诊指引，向其他6个6日考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